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2月6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馆王相租车以电视360在家实境旅游为主题，申请台南市经发局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希望协助台南的文化观光。这回特别结合媒体素养课程，前往5条港里活动中心，向长辈介绍头一波国际实景旅游影片。安平老街是台湾第1街哦。台南各地有侪侪好耍的观光景点，中嘉宽屏3馆王相租车透过机上 App 开发新软体，把单调的镜头画面变做360度环境效果，推出实景影片，唔免出门，也当顺便台南。老人家们可以用我们的科技来体验，用遥控器就可以上下左右简单的操作看影片，那你就可以看到360度环景的影片。那我们的影片呢，后面会多达到20支。这天拄好伫5条港里进行媒体素养课程，长辈除了认捌假消息、甲投资金融诈骗案件，
提高防灾意识，也可当体验上新的360实境，简单持遥控就当操作，加上也阁有世界按赞留言的功能，会当看电视互动，不止新奇，也阁增加真趣味。360度那种感觉哈，就是可以看桥，看个局部，看什么？平常我们看电视都只能看某个方面而已，可以去看到一些去玩的地点哦，还有一些那个美景都可以去做，好像实体的验证这样。长辈时代伫厝里，但是拢较单调啦，看电视的时间嘛真济啊，所以讲有新的物件、新的一个体验，也是一个真的不错的感觉。目前推出5支影片，包括安平、四股文创园区、高山头水库等等，预计总共会有20支实景旅游影片。该专案嘛申请台南市经发局113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希望成为协助台南变文化观光的利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旧历正月初9天公生，台湾手庙天坛伫主时就客满数万人潮，市长黄伟綽甲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嘛到店就向祈福，替台南市祈求气温从良。位伫中义路台湾手庙天坛主事玉皇上帝，嘛是民间俗称的天公。每年对农历正月初1到初9，拢会举办玉皇上帝的祝寿，甲着祈安消灾的法会。其中初9天公生更加是闹热，对暗时主时还未到，规个庙埕到中义路就客满人潮，为玉皇上帝来祝寿。而市长黄伟綽甲着立委陈廷辉、林俊宪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伫个天坛董事长徐国伦甲着侪位党干事人员的陪同，主时一到嘛为玉皇上帝来暖寿。天坛祝寿团以着扮身祝寿的奏乐，为暖寿来隔开序幕，接续举行长达1点钟的升坛祝寿仪式，嘛有诵经团念经的祝祷。仪式结束，市长甲着天坛董事长嘛伫个庙前来发送开运的红包，现场人潮满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尤其我们为南溪、玉井灾区等等灾区的市民朋友祈福，也为我们台南市祈求玉皇上帝保佑大家平安喜乐、世运昌隆。各位好朋友，今天有来的，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发财。那今天没有来的，也平安喜乐。谢谢各位，祝福大家。台湾手庙天坛伫个每年农历正月初1甲初9的主时，拢会发送开运的红包。人潮会用讲排甲满满，一路对着天坛、台南车好所、光丰路到民权路，绵延数百公尺，会用个领到开运红包的幸运小客，嘛会用个讲是讨一个吉利，希望新的一冬会用个有好彩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开基玉皇宫同款嘛有袂少信众庙前的金纸塔成山，另外伫北区的北门里是请路转来团拜，而拜天公爱传倒一寡贡品咧。台南府城饼铺子有详细记录。虔诚参拜记号，伫北区北门里活动中心，麦当进行拜天公的仪式。在地人讲，这种社区型的团拜相当罕见，已经传承一家子。桌顶传的贡品澎湃到无适合供庙。不过，根据台南府城饼铺子，其实台南人拜天公，除了水果、甜点、花糕等定定看到的，也阁有食流包、看鱼等特殊糕点。小流包它就是顾名思义嘛，石榴。那石榴籽很多，那就是用这个来跟天公祈求什么？祈求多子多孙。
对，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那个看医，看个医，人讲看那个医这会，那其实看医，当然有一句话讲看家孙跟看子，意思是说，怎么带来财富又带来子孙繁衍，都是很好的寓意。随着时代变迁，一个人拢会把奖品简单化，有心上重要。旧日初到子时，有袂少信众到开基药方宫参拜，庙埕的金纸塔先刷，这个金纸的钱不止拜天公，也可以当做公益。正月这个部分，大概天公庙应该是差有关差不多1000万，而且就是讲有5台雅顺床要回落去咱这片乡。买金做公益相当有意义，替高工的年假做收尾，互天公保庇，今年会当顺利平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大湾凌霄宝殿武陵宫嘛，于古日举办玉皇上帝万寿祝福大典，3000名信众伫庙埕进行3跪9叩大礼，场面相当庄严。凌霄宝殿武陵宫的玉皇上帝祝寿大典已经传承数十冬，当地信众对着神威感应深刻，因此每当的天公生拢会返来到庙内诚心祝寿。咱玉皇大天尊这个祝福大典这是这个20几冬来啦，哟，咱拢是遵循古礼。当然啦，这百闻不如一见，等的这个咱的媒体顾问蔡芳如讲得相对保守至少3000人以上，因为咱是这个寿桃定3600粒，有当时佫强无够的，所以这个到时伫咱的凌霄宝殿这个天公坛一直拜到永大路2段。除此以外，王大明主委也特别提醒，今年发现有不孝人士伫社群网站冒用凌霄宝殿武陵宫的名进行点灯、发财金等诈骗行为，庙方呼吁信众应该要亲自到庙来参拜行顺，千万唔通轻信网络谣言，以免受骗。有个不孝分子这个借着咱庙活动趁虚而入我就讲了，上主要你这个何道长，你无甲言起讲要这个消灾解厄，一个人爱800块，点斗阵手爱36000几元，伊无甲讲。凌霄宝殿武陵宫今年的春节文化季活动，除了有例行的点斗灯、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以及行七彩冰桥以外，也特别加码跋杯纪念金币、招财献物金龙、发财金以及跋杯送汽车等活动，请大批乡客参与。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南台南家扶中心进行2025春季奖学金甲金学奖颁发，这摆有250万经费来帮助200名家扶学生来安心上课。南家扶中心2025年春季奖助学金甲金学奖的颁奖典礼，6号上午伫南美里活动中心来举行。活动一开始邀请到无所谓歌舞才艺队的热情舞蹈表演，为活动来带动气氛。会中南台南家扶中心妇幼委员会主委康登春表示，做客希望工程是一个长远的工作。对农历年进前，看到中心的主任甲着老师烦恼助学金的筹募，一直到农历年过后，总算募集了650万。而新任的社会局长郭乃文嘛特别到场来致意。局长表示，要募这济确实无简单，一方面感谢助学人，另外嘛勉励受辅助的学生。获得了众多的这个助学员呢，还有各界资源的益助呢，终于呢，
募到就650万元。各位水族呢，可以安心的上学了哦，提供呢更多的学习的机会哦。同时呢，我也要勉励各位同学，在求学的阶段呢，一定要好好认真吸收这些新的知识，好好的破除自己的实力。在助学的路上呢，有家福呢做大家的后盾呢，大家呢可以呢来全力的来发挥。这是不容易的，600多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渴望所有的种子都变大树。谢谢大家。今年受辅助的学生总共有600位受惠。另外，现场还佫颁发家扶学生，因为唔惊家庭的艰苦，伫个求学过程打拼上进的学生的金学奖，大部分拢是大学生，甲着读研究所，透过助学希望工程，希望会用帮助大家安心来就学。助学有爱心，就学更安心，耶！伫现场为了感谢所有的助学人，家扶中心妇幼委员会。嘛特别颁证感谢状，感谢所有关注甲着助学的单位。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对幼教退休因为兴趣投入黏土创作的黄文琪，新的一档伊伫安平的美术馆举办人生头一摆个人展览，以奇异恩典为主题，来回应上帝爱看恩典。用黏土要做成一蕊花，爱用限定的材料，雕塑成型以后，也需要等待，才会当做下的媒材。复杂的步骤，互每一把花嘅作品，拢需要3个月交工。其中有赞助的表现，互黏土花产出有了生命力。对幼教退休的黄文琪，因为对黏土有兴趣，无师自通，愈学愈有成就感。除了伫海事学校甲社团，伫创作10几档后，应陆安平美术馆的邀请，嘛举办人生头一摆个展。展览当中汇集伊上爱花以及农作人物等题材，每一包作品拢相当的逼真，同时借此回应上帝对伊爱甲恩典。恩典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从小上帝给我的恩典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基督教的家庭，在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所以我会在我的名字奇嘛，就把它叫做奇异恩典这样子。手工的艺术创作用力美感，互人疗愈放松，嘛互黄文琪找到下半人生的得主得彩。同时嘛，到伫乐龄学习中心，鼓励社区长辈走出户外，持续学习创作无限的可能。一方面，他们可以学到很多技能、不同的东西，然后透过粘土创作，让他们对美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手脑并用，让他们不会就是都待在家里面煮饭了而已。透过这个，对他们有很多帮助。然后我自己也透过这个课程，让我得到很多回馈。运用黏土艺术来写当替人定做的手办画作，黄文琪将上帝听用的作品，邀请大家把4月13号进前的拜六礼拜，前来感受上帝恩典甲喜乐。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新的一档加头毛正是开运的好方法。伫安南区的社区行动内底，有青年创业的100块剃头店，10分钟就当加一头开运发型，经济阁实惠。新的一年约减法，从头开始焕然一新，也是开启运势的关键。其中社区巷内的100元减法店，不止方便快速，10分钟搞定。针对开运发型也有一套，成为不少男士理发的首选。就是价钱便宜，然后进来剪完之后，觉得技术方面什么都不错，所以就选择继续剪这样。剪完之后还发现还不错，所以就一直都来。大家可能会以可能额头上前方不要有太长的头发去遮掩到，所以大家都会相对去修边去修利落一点。那额头这边的头发都相对剪短一些，让它可以很抓蓬露出额头，让大家的运势会比较
开阔一点的感觉，这样子。老板年纪轻轻，选择百元理发店来创业，虽然非科班出身，不过不但精进累积服务经验，目前1个月已经有破1000位客人上门，加上没有洗和染，相对单纯，在草创时期减少成本，努力的耕耘，收入已经比一般上班族高。同时有趣的是，理发厅取名地方法院，让客人上法院来理发，也令人会心一笑。我想说过年前来剪个短头发，然后露个额头，做个新气象，改个运这样。他们是觉得那个谐音梗蛮好玩的，这样对，然后也蛮好记的。大家听到地方法院这个名字之后会有笑容，觉得应该可以抓人家耳朵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再经营稳一点，那如果之后想要再做精致一点的、客制化一点，我们就可以再采取往高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的这个路上去迈进，这样子。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剪发这一项技术性的服务并不容易被取代，加上经营有方，也让业绩稳定成长。不过从前年开幕至今，为了抗通膨和房租压力，今年起还是小涨，但贴心提醒有推剪发卡买10送2，欢迎大家上法院按铃，判罚公道哦。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体育科系毕业的区性健身教练，因为运动伤害造成关节痛，互伊无法度正常爬楼梯，找到安南病院的骨科治疗，透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有深达1.1公分的软骨病灶。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一次性关节镜软骨植入手术，恢复健康。痛的程度是大概怎么样？连弯都不能弯。痛的程度大概是，你想象一下你。要下楼梯，下楼梯大概做这个弯曲的时候，你会突然没力，然后很酸，就可能会摔倒。这位体格壮硕，一看就知道是体育人的邱姓健身教练，其实在不久前，他的膝关节软骨因为运动伤害，连正常上下楼梯都是一大问题，让他一度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断送。膝盖去撞击，然后撞击以后发现，好像不太舒服，然后中间然后当天打完球要上楼梯回家的时候，发现使不上力，隔天就赶快来医院就诊，这样子。积极的休息与服药，邱教练的膝关节肿胀与疼痛还是未见改善，最后来到安南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伯群的门诊，透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深达1.1公分的软骨病灶。经过讨论，决定采用一次性膝关节镜软骨术进行治疗。除了软骨受损之外，它在硬骨层有形成一个囊肿，所以那个病灶比较深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一个比较适当的方式来做治疗。刚好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软骨的移植植入非常适合他，所以我们就找一天他比较可以休息的空档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关节镜我们帮他把软骨取一点点出来，做个酵素的处理之后再把这一块的植入物把它放进那个缺损里面。这个伤口大概2个小伤口1公分的小伤口，大概2周拆线，拆线之后他陆陆续续回诊，做复健跟训练，目前恢复还不错。手术后，邱教练立即展开复健，在术后2个月，邱教练可以开始做深蹲的动作，且未感到疼痛。他本身就是运动专业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去接着后面的训练怎么复健他都很在行所以他等于是个活教材啦。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请他来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从运动保护自己，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就医怎么样治疗。张伯群主任表示，膝关节软骨受损及退化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也是骨科学界致力突破和解决的课题。因为软骨再生能力较其他组织弱，病灶也有可能反复使用而扩大或恶化，如何及时且有效治疗，阻断病灶进展更是至关重要。张主任也呼吁，任何蹲跳运动都要考虑自身体能条件以及是否经过适当的训练，建由合格专业人士引导，可避免关节或韧带软骨伤害。记者张寿维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心智，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靓女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